檐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敢会记得这？当然会记啊，我一世人拢袂放袂记的。你是安怎？带我来这是爱我想起当年你是安怎甲我放屎的是无？卡说迄天你妈无来，无阮爸甲恁妈的问题，就单纯只有张友莲甲陈文基两个人。你会想要安怎过？你即马讲是要创啥？回第一讲我的计划也无实现啊。今仔日就来替你实现。张友莲，今仔日是你生日，也毋是我生日啦。我的愿望就是会当做伙，甲你转去迄天，咱两个好好啊甲过完。敢会用的 OK， 回第我今仔的时间拢是你的。OK， 安尼就照你原本的计划。咱两个在这见面了后，你想要去倒位？等下，咱穿安尼唔对，要先去买衫。嗯？你的计划就是来拍篮球？对啊，你高中有是篮球队的。嗯。你敢知你大概比赛的时阵，边仔拢有少济查某囝伫遐叽叽叫，掠你紧紧看。我看到就倒弹，所以后来我有闲就偷偷练球。彼讲去找你的时阵，本来想要甲你好好拍篮球的。拍篮球？咱的实力差遐济，你要安怎甲我比？我准备好，你等你认输啦。什么啦？卖过来！哪有人安尼啊？我倒你去啊！篮球队的你是要拍无？我已经10几年无拍篮球啊，而且哪会当行这么济步啦？我嘛10几年无拍啊，而且我是查某囡仔呢。好，过来。最后一球哦，输爱请吃冰。吃冰？嗯。好，来。来。唔让啊哦！卖让啊！拜托你卖让啊！免小心，谢你。你说爱请我吃冰？这间店敢若开真久啊？我大学时阵定定来。定定来，甲啥？女朋友？朋友啦。啊！来，冰来啊！
多谢。大家吃。头家，我有请你一碗麦加红豆的。哦，安尼哦，歹势，我袂记哩，我替你换一碗。唔免啦，不要紧。歹势吼。你搁会记得我不爱食红豆？嗯。你敢爱食蚵啊？对了，篮球拍完，刷落来你想要去倒？唔知啊，所以你的计划就敢若到食冰尔。因为迄个时阵我的钱敢若有够食冰啊，其他都唔敢想啊。既然安尼，刷来就换我的计划。你嘛有计划？紧吃啦。哇加快，哇，这台你位都会找来啊？做诶！敢会记得我大汉时阵真想要爱这种奥多摆？会记啊，要过也是不会互你骑。其实我阮妈阮爸在学校偷偷买一台。丢有莲，你竟然会骗恁爸，真正想袂到呢。我是用我的收费买的，也毋过无半个月就歹去，修理的钱也足贵，所以就报废了。这就是做歹代志的报应。好啦，上车。你要载我去对？先上车才搁讲啦。行。你到底会骑无？哎哟，我拢20年无骑，先互我惯习一下嘛。出发哦，咱较暗呢。刘永兰，生日快乐！多谢，上赞的生日啦！天气真好哎！对啊，就青春呢！哇，这个风景有够水的呢！这是倒位啊？学校同学拢叫这鬼面坡。鬼面坡，这个风景这么水，是安怎要叫鬼面坡这么恐怖的名？我迄时阵有听过一个故事，学校有一对男女朋友来这约会，讲了真欢喜。后来查某囡仔一直讲，查甫囡仔拢无回应，查某囡仔就求查甫囡仔，查某囡仔一回头，竟然变做鬼的面。无聊，假啦！是真的。查某囡仔惊到硬去啊，叫查甫囡仔要离开。结果落下因发现，有一团发光的物件在树林来海来海去。伊原本掠准应该是啥物鸟，结果这团物件雄雄飞去因迄边。等我近的时阵，因才发现，迄是一粒长头长的头。然后咧，因就惊到硬去啊！因下死命走，下死命走，结果啪！因跋入去草埔内底。等因爬起来，目睭擘开看，头前拢是毛仔布，因硬去啊！这时阵，因敢若看到啥？因两个头中，就是迄个女鬼头。丢
丢嘞，你真是足无聊的呢。毋是讲毋惊，我才唔惊。毋惊。好啊，我搁讲一个鬼故事。你讲啊，想袂到就莫硬讲。我大学时阵住宿舍，我的房间拢会搭明星的海报。有一天我咧困的时阵，我就听到，有人咧掠纸的声，我就困袂去啊。我就起来开电火，结果看到我的海报拢互掠掉。这时阵我回头看。你回头看，看到什么？丢嘞！丢嘞！哎呦，丢嘞！你真无聊呢！你莫闭起来，然后等一下走出来甲我惊哦。安尼我会惊。足无聊呢，有够幼稚的，囡仔屁哦！安怎惊甲硬起啊？我跟你算，我要来等啊！等一下啦。这风景这么水，你会甘要转去哦？是的啦，甲你讲算笑的。我会记得读书的时阵心情无好，就会来这看风景。看风景，听这的声，心情自然就好起来。今日真是足水的，开车的时阵风吹对面顶嘛足水的。连食冰的时阵，看到顶头透明的冰，拢感觉足水足水的。这拢水甲无亲像是真的。你兼讲一件代志，你嘛足水的。唔莫人喙花。文琪，你敢会记得你在我的办公室讲过啥？你讲假使我无幸福，你无法度安心过你的日子。假使我无法度找到另外一个我爱的查某人，你可能就会继续爱我。经过这几天，我认真想过啊，我嘛常常听到我心内的声。我今日下一个愿，我想要回去15年前迄天，做一个无同款的选择。继续甲你做伙。文琪，对迄天开始，咱无对方的日子，你敢愿意继续甲我做伙抱起来？这个敢要无顾一切啊？无顾一切。
是怀念同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上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，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但讲就是别安尼做。好想回到那天，你在身边，雨停了，像候鸟擦飞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来，过耶！嘿嘿嘿，这搞的样袂歹。过来！冲啥话啦？目做会疼呢，阿嬷。我是甲你讲过几届啊哈，叫你拄食饱嘛，倒伫碰椅顶悬拍电动，安尼你拢讲袂听哈？好啦，好可毋紧滚起来！哎哟，要创啥啦？啊，因嘛无一寡菜恁大姐爱食啊，啊，我替伊包便当，啊，你摕去公司互伊。哎呦，免遐麻烦，叫伊来食就好啊。恁大姐咧公司上班足忝的，何必互伊安尼走来走去啦？啊，你食饱闲闲的人走一撮是安怎？无，你讲，我叫你若要扣你的所费哦。吼，威胁我。好啦，行路讲。叫你送一个物件，搁你遐卡油啊！摕去啦！滚孙笑会拍遮大力，我咧滚水咧，滚生笑。够位啊！到位啊！算规工你嘛应该忝啊。就忝的，那一路拢伫咧困，也是遮尔忝。坐咧困本来就会搁较忝，休困就是爱放轻松，倒咧眠床顶才咱充电。安尼麻烦你替我充电，紧的。充电，好啊。又无够。安尼会用吼？电力无够，准备关机。落雨怪来送便当，切！阿嬷真正是大细心。唉，迄毋是大姐的车？敢有充着电？即马电力十足。安尼你就电力十足，转去困，袂当拼暝工做工课。无你来监督我。等自产的时阵，我甲大家宣布，以后咱就会好好斗阵啦。好啦，开始落雨啊，你回起来洗哩哦。等下就叫车。晚安。拜拜。拜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。一起
张友弟，张友弟，你伫遮来叫创啥啊？江家庭，你来遮创啥？我拄下班要转去啊，经过公园就发现有人伫遐哀叫，叫要甲我惊死，过来看才发现是你。你是安怎？这是啥？便当啦，阿妈要大只。安尼哪搁伫遮？想要偷食啊？我一无是因为大姊无伫啦。无伫就无伫，明显操创啥，袂出看到鬼咧。我根本看到鬼，嘛无爱看到因两个。因，你看到啥？啊就，江家庭，我问你哦，假使你看到你无想要看的画面，要安怎？你真是看到鬼啊？我咧讲正经的，你莫伫遐乱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假使你看到无想要看到的，安尼就放袂记啊，假作无看到就好啊。就一直想起来，我都放袂记啊。你真是足奇怪的。哈，已经足晚，你讲唔转去，等下互恁爸佮你阿兄念哦。我才唔管咧。阮兜规定我这袂当做，迄袂当做，结果因咧想要创啥就创啥。阮兜兄弟姊妹真正是一个比一个搁较害。我较凄惨好无？张友啊，念的是阮妈，念的是阮阿婶，敢有比这搁较乱呢？咱真正一个比一个搁较凄惨，因大人一个比一个搁较乱。拢阮爸啦，后辈来不甲阮大兄甲大姊的。大兄大姊冤家哦？我感觉因两冤家。是安怎啦？你今日真是足奇怪的呢。我足忝的，咱来转啦。你是想要伫咧公园过暝是无？较紧的行啦，较紧的啦，无等下互恁爸念，紧的啦。哎，对，恁爸讲吼，过几工啊，想要自餐啦。是毋是想开啊？想要分家哈？你去公司时会去甲文琪讲哦，你一定爱在场呢。好，我知。你放心啦，阿嬷袂互恁食亏啦。阿嬷，迄天我嘛有一寡话想要甲你佮有爸讲。什么代志？你这上细汉，哪会困到这么就起来啊？阿妈搞早，有哩，过来食早顿。我袂晓，免啦。你是安怎？困醒那一面臭毛毛，困无饱哦。我甲小凯还佫有小李约伫图书馆读书，我先出门啊。图书馆我有顺路，我载你去。毋免啦，我家己去。这囡仔到底是安怎哈？唔卖插伊啦，咱食咱的啦。囡仔屁啊，你是。你先伫咧同学岛写功课，妈妈代志处理好就去接你。伊算上乖啊，你会听伊妈妈的话哦。好，拜拜。你甲伊有几点？伊拢伫到8点钟啊，毋知伫咧创啥，较互伊好啊。来啊！这久无看的交还，互我一杯上大杯红茶。我因男哦，要甲我阮某好好啊开讲。文玲啊，你当时甲交还变甲遐尔好。签名啦。我的宝贝查某囝咧，走去倒啊？
你紧甲协议书签的离婚手续办好，我会定期互你看伊。文玲啊，你真是要甲我离婚，未后悔？我这世人上后悔的代志，就是在你头一个头食的时阵，我所原谅你。迄偌久以前的代志啊，搁提出来讲，恁看恁查某人啦，一冤家就算旧笑。对你来讲过去啊，对我来讲这是翻倍的空嘴，永远拢伫的。说实去，我无想要冤啊，紧签名。唉。你到底是要安怎？文玲，我甲你讲过啊，伊算是我的查某囝，我无可能让互你，我嘛无可能甲你离婚。要行法院就行法院啊，这个家是我咧饲呢。我有情节做翁婿，做爸爸的责任，我有材料车用遗酸，你凭什么甲我抢啊？你找查某？迄个查某拢大巴肚走来厝内乱啊！你搁是要安怎？真久咧！你莫抓准你流目屎，法官就会甲查某囝判互你，你莫做面盲啦。叶冠华，你敢一定爱闹甲遮尔歹看？歹看？什么歹看？查某囝是我的，你凭什么带伊走？你马上带我回去，我就当做什么代志拢无发生过。去找医生。这是讲袂准吃。叶冠华，你有话好好讲，莫动手。阮阿某代志，跟你什么地带啊？阮是阮朋友，这是我的店，我当然有资格管。你甲我离开，无我报警。好，谭文玲，我话讲了真清楚，要离婚，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不要紧无？既然伊唔肯放手，我嘛无啥物好顾虑。我会甲阮兜的人讲离婚的代志，请因替我争取减破款。啥？对哩，你来创啥？发生啥物代志啊？跟互妈吼，还是跟遐离冤家啊？大姐，嗯？你是毋是有代志隐瞒大家？你伫讲啥？啥物隐瞒大家？你甲阿兄当时开始交往的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你的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你甲阿兄当时开始交往的？讲啊！我在问你甲阿兄当时开始交往的。恁哪会知影？昨我伫恁兜楼骹看到你甲阿兄伫车顶相亲。尤里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哪会当安尼？一个是我上介意的大姐，一个是上照顾我的阿兄，你哪会当做这种代志？丢脸！你较冷静啊！你听我解释。
我甲张莲毋是为兄妹变做男女朋友的。第二个传马进前，阮就已经伫交往啊。伫阮变做亲人进前，阮就也毋过恁即摆是亲人，你是阮阿姊，伊是阮阿兄，咱之间的关系就是亲人，这是袂当改变的。我无希望咱兜变到遮尔乱。好。我知影，恁马上接受这件代志，可能有淡薄仔困难。我嘛有心理准备，但是我希望你会当慢慢了解，我甲张莲是认真的，阮真无简单。大姊，我拜托你，互一切恢复到本来模样同款，好无？我会当假做啥物拢毋知影。恁还是我上介意阿兄甲阿姊，一切都莫改变，敢会用呢？是的，我做袂到。我甲张莲已经假做兄妹10几年啊，阮无法度搁继续假啊。凡事有一天你会了解，毋管你安怎看阮，嘛毋管我甲张莲的关系会安怎改变，你永远拢是我上亲爱的小弟啊。我不爱，毋那我，你感觉阿嬷甲爸敢会当接受？还佫有二姊甲三姊咧？恁敢真正有法度毋管别人的想法，无要紧别人伊敢讲？假使你真正甲我当做你上亲爱的小弟，我甲恁拜托，莫安尼好无？我会保证啥物拢毋讲，当做啥物代志拢无发生。张莲，张永莲。哎哟，是咧煮啥？哪会遮芳啦？阿嬷，哈，文林小姐透早就来料理啊！伊讲伊传的拢是你上爱食的。阮文玲哦，煮啥我拢爱食。哎哟，辛苦啊你啊！妈，这是我新学的，医生就爱食，你等下食看卖啊。啊，好，对啦，那你讲倒来，冠华甲医生呢？因为我等下有代志想要甲大家讲，想讲囡仔莫伫的较好，所以我就家己转来啊。安尼是啥物代志啊？哼，哎呀，你阿姊吼讲今仔日自餐吼嘛有代志要讲啦。有莲甲文琪因嘛讲有代志要讲，即摆换你也讲有代志要讲。好即口罩是安怎？大家拢遮尔神秘啊？文玲啊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老实甲阿嬷讲。无啦，阿嬷，你免烦恼啦。阿嬷，我倒来啊！哎呀，文琪啊，来，真好咧，真来啊！阿嬷，搁有啥物想我倒三工的？免啦，文玲一人拿几落项菜呢，偌好食。你拢毋惊我无穿衫？小叫你无爱开门。去去做啊？你要去倒位？我要去踅街啊。等下大家拢要倒来食饭，你无爱做伙食啊？恁张甲家庭自餐甲我无关系，好无？去去做啊？我出门啊？等者，我甲你去。你无爱甲因食饭哦？你嘛姓张呢？我无想要甲遐大人食饭。讲开点。要食饭啊呢？恁两个是要去倒位啊？阿嬷，阮袂枵啦。袂枵嘛爱倒来厝内啊！今日恁爸讲吼要自餐，就是爱大家拢在厝内食饭。卡庭你嘛共款。哎呦，阿嬷，阮就阿嬷，其实我是要去参加化妆比赛啦。迄个比赛对我来讲足重要的，真早进前就报名。因为张友丽是我的 model， 所以伊爱叫我做伙去啊。恁之前咱拢无讲啊哈？就诚实啊，化妆比赛时间早就定落来啦。爸雄雄讲为什么要自餐，就强蹦啊，无去袂用的哦。袂用啦，
我伫要卖货啊哦，咱会赶紧过去。阿妈，我跟你讲别啊，话，恁这是赶快什么点紧的啦！哎呦，这年囡仔唔知变什么吧？阿姐，会当食饭啊？来啊！阿伯，爸，我叫林家陪我食饭。紧坐啊！多谢。一家伙仔食饭就要欢欢喜喜，为什么代志食饱才讲？安尼无看到友谊甲卡廷啊？哈，迄两个细汉的讲什么要化妆比赛，无得出食啦。文玲，咱无看到冠华。哦，我请伊伫咧厝内顾医生。哦，好啊啦，莫搁点名啦，食饭啦。今日有影真难得，我已经真久无亲像安尼看大家坐做伙食饭。来，一杯敬大家。其实今日找大家回来，主要是有一件代志想要甲大家讲。等下哦，我话先讲头前哦，你若是要分家吼，这个兴华就要互友莲甲文琪来管。啊，因两个为兴华是付出足多的哦，吼，甲兴华交互因两个是应该的。我相信因遮兄弟姊妹大家拢无意见啦。有怪，文玲，这兴华交互恁哥哥甲恁姐姐，恁应该真放心啦，吼。哈哈哈哈，我也未要分家。我知影，前一阵仔为着公司的经营权，大家闹了真无欢喜。其实兴华有友莲、文琪，还个面孔带大家拍拼，不管是代工、品牌、生产，各方面拢有真好的成绩。为了让大家会当继续伫家己厉害的所在发挥，我决定把兴华分做3间子公司，分别负责贸易业务、品牌经营、工厂生产。3间公司的财务甲经营拢完全独立。你即摆是咧讲啥啊？你要甲兴华拆开，啊，一间要拆做3间哦？是啊，安尼兴华事业以后就变做是贸易、纺织、服装3间公司，都由明峰、友莲、文琪因来担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。啊，你敢好？妈，我过去甲兴华当作是家族事业在经营，迄是老观念啊。即马甲公司拆开，会当落实 CEO 的制度，以后大家就袂搁再白卡白手，毋但会当互相合作，搁会当互相竞争。安尼厂家的事业才会当久久长长继续落去。安尼讲是真好啦，安尼以后大家拢袂抢来抢去。也毋过，这是你家己的想法啦，你嘛爱问大家意见啊。所以我今日找大家回来，就是要听看卖因有啥物想法。大家有意见做恁讲出来，无要紧。我赞成家成的安排。友莲，你呢？爸，这安排伤突然啊，敢会给我一点仔时间思考一下？当然会使啊。有关，我无意见，也毋过我希望林家也是会当在工厂上班，而且要有合理的生产制度。你放心，林家目前做了袂歹，我会互伊空间好好发挥。多谢平芳阿姨，我一定好好拍拼，袂互大家失望。嗯，多谢。文玲，冠华今日无来，也毋过我知影
伊为了工厂，总是为早起无闲到暗时，无啥物时间陪你甲儿孙。希望你莫甲伊计较。查甫人嘛，总是爱趁少年时阵好好拍拼。以后伊就留伫工厂这边，为甲民工斗相共，我嘛较放心嘛。阿姐，其实我甲冠华，我不同意。啊，这是嘞，我不同意这个安排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啊，这是嘞，我不同意这个安排。文琪啊，你是认为安尼安排无好心？阿姐，我无认为家己是长家的人，所以这个家族事业的安排，我无应该占一分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啥物你毋是长家的人？卡说你对这个安排无满意，大家愿意参详啊！我拄则嘛有讲啦，有意见大家当讨论啊。我对下一个安排无任何的意见，要毋过我就是无想要搁做长家的人，所以请莫甲我算伫内底。你是长家的人啊！你是你那一个查某囝，你是阿嬷的孙，你是幼人的小妹啊！阿妈，我姓陈，我叫陈文琪，我本来会是长家的人，而且我无想要搁做张幼玲的小妹啊。文琪，你到底咧黑白讲啥？阿嬷、爸，阮无法度搁继续做兄妹。应该讲，阮无想要搁加做是兄妹啊。因为文琪是我的初恋。爸，当年其实我是为着成全你甲秀娟阿姨结婚，才会甲文琪分手。我一直抓准，阮甲他做亲人嘛真好，也毋过这10几年来，阮也是一直互相意爱。恁到底伫咧创啥？什么爱？恁这是黑白来？阿姐，我甲张幼玲毋是亲兄妹，我无血缘关系，是安怎袂当相爱？虽然你无血缘关系，也毋过我收养你，伫我看得上，恁就是兄妹。安尼就请姐终止甲我的收养关系。自今仔日开始，我毋是长家的人，我要甲张幼玲做伙。什么叫你要做伙啊？好啊，好啊，莫搁讲啊，莫搁讲啊！无可能，无可能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幼莲、文琪，恁的官算笑对无？这一切拢毋是真实的，恁是咧创伫阿妈的对无？哪会安尼？啊，恁两个明明拢是阿妈的孙，哪会变是安尼？文琪，你是一个足捌代志的查某囡仔，你哪会做这款违背常理的代志？你这是要甲张家断绝关系是？阿妈，我无想要伤害大家，我敢若想要光明正大甲张幼玲做伙，我无想要搁骗恁啊！妈，妈，你妈，只要会当甲张幼玲做伙，爱我付出什么代价，我拢愿意。就算爱离开张家，嘛无要紧是无？我甲你做伙走。袂用的，你要留伫兴华，替我顾新运动。你紧甲离婚协议书签签的。
我明仔载就去公司找阿姐。你以后嘛免想要伫兴华上班。我想要创造我家己的事业。安尼，咱就做伙联手，甲兴华舞好倒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，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